嘉义县的猪肉产艺企协会最近邀请全国64位工艺师，计用100多件作品做回来展览，其中有7位前江国宝工艺师的作品来遮展览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。来自全国64位工艺师，计用100多件不同种类的工艺品，当咧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工艺特展，向民众来展现传统工艺艺术价值甲传承精神。规个这民间国宝，也是工艺之家，也是咱的国家工艺成就奖，这伫全国性这的前辈吼，来参与，来带动咱的嘉义县的这个工艺的一个水准。这届来展览的64位工艺师，有7位摕过人间国宝的任务。嘉义县文化局表示，这个作品让民众看到传统工艺的功夫甲精神，嘛是少年工艺师真特殊的合适机会。咱嘛希望讲吼，一个少年囡仔，互来看到这作品的物件，互来传承，互一个少年的，不用一个少年的出吼学习班呢。大家在传承传统文化的部分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参与。比较少有可以给我们的舞台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我们来展现，可以让我们的工艺让大家发现。看不同样的作品，然后可能从他们诠释的角度，然后来精进自己学习的方向，这样子。台湾工艺职业协会表示，这是嘉义县第一届有遮大的工艺展览，邀请来工艺师甲作品会当讲有全国的规模，希望透过这届交流，和传统工艺技术甲精神会当伫嘉义县继续前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